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股速遞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東鵬飲料，上市編號9980嚇。咁公司係內地咧係一家功能飲料嘅產品嚇。咁收入增長咧亦都高喺全球咧頭20大嘅。內需嘅板塊啦當然嗰個刺激程度應該會中性少少嚇。1月26號開始招股，29號早上9點30分截止認購。2月3號掛牌，發行價格248蚊，入場費每手25,000蚊多啲集資嘅規模101億左緊。睇翻集資額啦、銀碼啦都係偏大一啲。同時咧，內需消費唔算太吸引咁大家自己有興趣先去留意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